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高兴在端午连假，在这个礼拜天的早上，我们依然选择，将我们的时间献给上帝，一起来敬拜他，一起来赞美他。相信大家最近应该吃蛮多粽子的，希望我们今天可以将我们粽子所得到的热量都转化成我们敬拜的热情。这时候，我们一起安静我们的心，我们告诉主说：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再次的来寻求你。我们要用诗歌，用我们的心灵诚实的来敬拜你。愿主悦纳我们的敬拜。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每当我来到主你宝座前，我心我灵向你匍匐敬拜，再次将主权交托全能神，恳求你心意向我显明。我愿触动你心弦，全心讨你喜悦。我要举起双手，降服于你，贴近你的胸怀。我愿触动你心弦，全心讨你喜悦。握住我的手，求夺我心意，完全属于你。再次跟主说：主，我来到你的宝座前。每当我来到主你宝座前，我心我灵向你匍匐敬拜，再次将主权交托全能神，恳求你心意向我显明。我愿触动你心弦，全心讨你喜悦。我要举起双手，降服于你，贴近你的胸怀。我愿触动你心弦，全心讨你喜悦。握住我的手，求夺我心意，完全属于你。哈利路亚！这时候，让我们一起来开口赞美我们的神。赞美上帝是我们每一个人应当所做的，没有上帝就没有我们。是的，主，这个时候我们要全心匍匐来敬拜你，讨你的喜悦。主，我们再次降服在你的面前，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你。愿我们所摆上这个馨香的激动，蒙你的悦纳。我们一起用我们所能赞美我们的神所有的方式来开口，大声来赞美他。哈利路亚，巴父神。主，我们要赞美你，主啊，你是至高的上帝，主啊，你掌权一切。主啊，没有你，我们什么都做不到。主啊，我们要将你摆放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大声来赞美你。主啊，你是创造主，主啊，你创造宇宙万物，感谢你赏赐我们生命，让我们站在这边，让我们在这里能够开口的来赞美你，荣耀你的名。主，你是我们生命当中的拯救者，主啊，你帮助我们面对一切的困难，面对一切的困境。主啊，你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依靠。哈利路亚，主，你是阿爸，我们的主啊，是创始成终的神。我们要赞美你的名，我们要荣耀你的名，我们要用一切的方法来赞美你，不管是用歌声，我们要举双手，我们要开口唱歌，或者是我们用身体来赞美你，我们匍匐在你的面前，我们要高举你的名。主，唯有你是我们唯一的真神。哈利路亚。接着我们为我们的心来献上祷告，我们继续将我们生命当中的困难跟软弱全然交托。
来向上帝祷告，因为主他都知道，我们单单的来寻求他，我们求告上帝，愿他与我们同在。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要加力量。主啊，这时候我们到你的面前来向你呼求，恳求你使我们的心柔和谦卑，将我们生命的主权再次的交托给你。我们一起仔细的思想，我们所求所想，我们的心意是否合神的心意？我们向他开口的来祷告，愿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蒙他的悦纳，将我们的心全然交托在他的面前。我们一起开口，为着我们自己的心献上祷告。哈利路亚，巴父神，主啊，来到你的面前，主啊，将我们的心全然交托。主啊，我们要在你面前，我们觉得来向你祷告。主啊，靠着你，我们在面对这世界上一切困难跟挑战。主啊，我们是何等的软弱，我们是何等的不配，但主你依然爱我们。主啊，你赐福我们，祝福我们的生命。主啊，感谢你。主啊，我们要用我们的全心全人来敬拜你。哈利路亚，主愿你真的是祝福我们的生命，愿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合你的心意。主，我们赞美你的名。这时候，我们邀请弟兄姐妹一起站立，我们再次跟主说：主啊，我到你的面前来，我要敬拜你，我要赞美你。向神献上祷告，为着我们的软体跟硬体都能够顺利的运作，为着牧师的讲道，求主再次使用牧师的口向我们讲话，也使我们的心如同好土一样，能够让主的话语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让我们领受主所要告诉我们的每一句话。也求主为着还没有来到教会弟兄姐妹，特别现在空着的座位，我们献上祷告。主啊，我们是何等的渴慕看到这里坐满主你的子民，坐满主你的你所喜悦的子女，一起的来敬拜你，来赞美你。我们何等的渴慕，我们能够用我们的生命来敬拜你。这里坐满每一个人，我们用力的来呼求你。我们就为着今天的敬拜向神祷告。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主啊，我何等的渴慕，主啊，我们将今天敬拜全然献上。主啊，愿你让今天敬拜是合你心意的敬拜。主啊，求你看顾软体跟硬体的运作一切顺利。主啊，为着今天牧师的讲道来献上祷告。主啊，愿你再次对我们说话。主啊，愿你让我们的心如同好土一样，能够领受你的话语，让你话语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让我们活出你的样式。哈利路亚，主啊，我们
也为着空着的座位献上祷告。所以主还在路上的弟兄姐妹，求你保守他们的脚步，让他们平安的来到你的殿中。主啊，你让更多的人有渴慕你的心，愿意来到你的殿中。主啊，我们何等的希望在这里坐满着主你的子民，坐满主你的百姓，一同的来开口赞美你。我们的何等渴慕这样的画面就出现在我们眼前。主啊，我们向你宣告祷告，愿一切都合你的心意。哈利路亚。接下来我们为着上帝的国度献上祷告，我们为着这块土地，为着这个世界，愿上帝的公义、怜悯跟慈爱不停地降临这个土地，不停地浇灌在这个世界，转化这个时代的一切的不义。这个时代充满了许多诱惑，充满了许多撒旦的捆绑跟诡计。求主就破除一切这些计谋，让我们不被这个世界所带走，让我们不要追随这个世界，我们只要追随上帝，只要追随我们的阿爸父上帝。求主医治这块土地，使用我们的生命，将主的福音传到地极。我们为着上帝的国度一起大声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阿爸父神，主啊，我们在这块土地来祷告，主啊，求你翻转这个时代，翻转这个世界，主啊，你的灵要降临在这块土地，主啊，我们的何等渴慕，万民都来高声唱你的名，我们要高举你的名，因为你配得我们的赞美。所以说，真的来到你面前，降服在你的当中，主啊，愿你触摸我们的心，主啊，我们求你恳求你就翻转这个世界，翻转台湾这块土地，翻转这个城市，让众教会成为你的祝福，让众教会宣扬出你的福音，使用互相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真实的来到你面前，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你，活出你的样式，蒙你的悦纳。哈利路亚！主啊，我们用歌声来赞美你，我们用生命来赞美你。再次到你的面前，匍匐敬拜。每当我来到主你宝座前，我心莫名向你匍匐敬拜，再次将主权交托全能神，恳求你心意向我显明。我愿触动你心弦，我愿触动你心弦，全心讨你喜悦。我要举起双手，降服于你，贴近你的胸怀。我愿触动你心弦，全心讨你喜悦。握住我的手，就夺我心意，完全属于你。再次跟主说，主啊，我愿。我愿触动你心弦，全心讨你喜悦。我要举起双手，降服于你，贴近你的胸怀。我愿触动你心弦，全心讨你喜悦。握住我的手，就夺我心意，完全属于你。握住我的手，就夺我心意，完全属于你。再次跟主说，主啊，我主。握住我的手，就夺我心意，完全属于你。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天父上帝，主啊，我们要向你歌唱，因为你是拯救我们的磐石。我们要用诗歌来赞美你，向你欢呼。主啊，求你去除我们心里所求所想的，让我们有一个顺服的心，将一切交托于你。
因为这个国度是属于你的，这个世界是属于你的，这个荣耀是属于你的，台湾是属于你的，富强教会也是属于你的。我们要用我们的心灵诚实、热情来敬拜你，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让我们一起来拍手，哈利路亚！这个国度是属于上帝的，阿门吗？阿门。我们要用我们的声音，用我们的生命，热情的来赞美他，哈利路亚！国度属于你，一切全能，一切荣耀永远属于你，天地都要跪拜，因你奇妙神力。天堂门打开，死亡不在，一切荣耀永远属于你，没有人能阻挡，你充满能力，万王之王，全地都扬声歌唱。永恒的上帝 ，You are wonderful, You are wonderful， 让全地欢唱来赞美你。上帝直到永远光照他你，因为你奇妙生命，因为荣耀属于你。上帝直到永远光。主，荣耀属于你，国度也属于你。国度属于你，一切全能，一切荣耀永远属于你，天地都要归还，因你奇妙生命。天堂门，天堂门打开，死亡不在，一切荣耀永远属于你，没有人能阻挡，你充满能力。万王之王，全地都扬声歌唱，永恒的上帝 ，You are wonderful, You are wonderful， 全地，让全地欢唱来赞美你，上帝直到永远光照大地，因为你奇妙生命，因为荣耀属于你，上帝直到永远荣耀属于你。哈利路亚！主，你是万王之王，我们要宣告你的名。万王之王，全地都扬声歌唱，永恒的上帝 ，You are wonderful, You are wonderful， 万王之王，全地都扬声歌唱，永恒的上帝 ，You are wonderful, You are wonderful， 再次说万王之王，万王之王。永远光照大地，因为你奇妙生命，因为荣耀属于你。上帝直到永远荣耀属于你。让全地，让全地欢唱，要赞美你。上帝直到永远光照大地。直到永远荣耀属于你。拍手！哈利路亚！主，这国度是属于你的，我们要高声赞美你，将掌声荣耀归给他。哈利路亚！
是的，主，你是全能的神。我们继续敬拜，我们继续站立来高举你的名。主，在你里面凡事都有可能。你不撇下我们，也不离弃我们。主，你的慈爱存到永远。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我们要不停止的敬拜他，赞美他的名。哈利路亚。大声的来赞美你，你是我们的帮助。有神同在，他帮助我们，他会开道路，超过我所知道，超过我所盼望，他一心大事被高举。被高举，他胜过死亡，复活主是全能的神，因他名我们能得胜，我的主是全能的神。主，你被高举，被高举，他胜过死亡。有你的同在，你走在我们的前面，你为我们开道路。主啊，我们要呼求你的名。有神同在，他帮助，绝不撇下我们，绝不撇下我们，为了我们，他张开双臂，我们不会失望。有神同在，有神同在，他走在前面，绝不撇下我们，绝不撇下我们，为了我们，他张开双臂，我们不会失望，我们不会失望，被高举，他胜过死亡。我的主是全能的神。是的，主啊，你是全能的神，你赐下你的爱子在我们当中，为了我们受苦受死，
让我们成为得拯救的一群。这是我们从你那边得到最大的恩典。感谢主，我们是一群重生得救的人。我们在你里面献上感恩，献上赞美，也一起在你面前再一次通过聚集来荣耀你。愿我们的敬拜成为美好的馨香之祭，来到主的面前。神啊，感谢你在这个连续假日，让我们把这个时间分别为圣，聚集在你的圣殿，同心歌颂，同心赞美，同心祷告，也透过你的话语来栽培造就我们，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得到生命的能力，让我们在社会做美好的见证，也能够成为一个得胜的生命，来见证神的救恩。感谢主，愿我们的聚会满满有你的恩典，满满有你的荣耀。每一个参加的弟兄姐妹都得着恩典跟祝福。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仍然站着哈，我们要透过使徒信经来齐诵使徒信经，来告白我们的信仰。我们一起同声来念：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在钉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的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子人死人。我信圣灵，圣而公之教诲。我信圣徒相通，我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有。阿们。请坐。这时候，我们一起来恭受上帝的话语。今天的圣经节是记载在2段章节。第一段圣经节，出埃及记14章21节至25节。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念。请摩西向海伸手，上主就掀起了一阵强烈的东风，把海水吹退，吹了一夜，海底变成干地，水分开，好像2堵墙。以色列人走在干地上，过了海，埃及人追赶他们，连战马、战车和骑兵都进到海里。破晓时分，上主从火柱和云柱中观看埃及军队，使他们发生混乱。他使埃及战车的轮子陷在泥中，不能转动。埃及人说：“上主帮助以色列人攻打我们，我们赶快逃吧。”第二段圣经节，希伯来书11章6节，请。人没有信心，就不能得到上帝的欢心。凡是到上帝面前来的人，都必须信上帝的存在，而且信他要报赏寻求他的人。圣经恭读到此。接下来，我们请音展小组来献诗。他们所要献的诗是《我的生命献给你》。献诗后，我们请夏牧师来证道。他所要传讲的讯息是人生红海安度法则。献上生命。
把掌声献给主，也谢谢我们的鹰展小组美好的服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也祝大家端午节快乐哈。前几天我看到我们台南有2间教会哈，他们组了龙舟队去参加我们台南运河的龙舟比赛哈。我感觉很能够融入我们的这个社会哈。希望下一次我们富强教也能够组一队哈。参加龙舟队哈，一定我们的帅哥，我们的勇士哈，一定会有很好的表现了哈。在这个端午节大家休假的时候，也蒙神能够带领，让我们在休假或是外出都得神的祝福。我们要分享主的话，我们现在做祷告。先父神，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从你来的恩典，让我们有这个福分，在连续假日分别为圣，在主面前同心敬拜。同心祷告，也同心从你的话语得着属灵的力量。愿你的话语启示我们每一位，我们得着从你来的恩典跟祝福。感谢你，因为这个时刻是神所恩典的时刻，也让我们同心学习，同心关怀，同心激励。我们这样在你面前感恩，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分享一个主题叫做人生红海的安度法则。那大家一定会先这个题目会感到说，到底红海是什么意思哈？如果大家有读过圣经，你就很了解，马上会有一种连结了哈。如果不知道，会说红海跟我什么关系哈？那我们看到今天读的经文，我们摘了其中的一段，就是出埃及记的14章21到25，是那一段摩西用他的杖跟手指向红海，让红海分开，然后经历了一个奇妙的上帝的恩典奇迹。那如果要完整了解过红海的故事，我们就可以看到从1节到31节是有一个完整的描述。我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归纳补充呢。第一个是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为奴好几百年了，神透过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要离开为奴之地，来到流奶与蜜之地，就是神所应许的迦南地。那这个过程当中遇到许许多多的为难阻挡，最大的挑战是当时的埃及是很强盛的国家，不允许这一群已经做他们奴隶好几百年的好几百万的犹太人就要这样离开。我们如果从这个想象你就知道说，台湾现在如果没有外籍移工，你会觉得我们的工厂怎么办？我们的这个长辈的看顾怎么办？因为人力一定是短缺的，更何况在古时代那一种需要靠人力来完成很多工作的时代，埃及人当然不愿意放弃。我们就知道后来有一个10灾的故事10灾一直挑战这个埃及的法老王，直到最后一次，埃及在一夜之间，所有家中的长子就被击杀。他们知道再下去就整个国家要灭亡了，所以他们不得不臣服上帝的能力大能，所以就允许接纳了以色列人离开。所以这个故事就是摩西跟他一些干部带领了一大群的以色列人要出埃及。出埃及第一个关卡就是遇到红海。我们都了解这个中东的地理埃及跟阿拉伯半岛或是西奈半岛当中就隔了一个红海。现在已经有一条苏伊士运河把它打通了，以前是可以从苏伊士运河那个土地可以绕过来的，但是上帝的安排就让以色列百姓在旷野漂流40年嘛，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但是这个故事要过红海的故事也有一个曲折，就是上帝要借由他的大能，让让埃及百姓彻彻底底的接纳，然后认证上帝是大能的上帝。所以他其实在整个
出埃及过红海的过程当中，上帝安排了一个很巧妙的一个环节，就是他先让以色列百姓到旷野一块那个沙漠的地方集结，然后让埃及人以为说：哎呀，这群以色列百姓啊，平常都没有在打仗，你看他们走到旷野去了，啊，迷路了，在那边哦，回不去了，所以就有一种力量想要把他们再抓回来的意思。啊，就这样子，这个故事在铺排当中，上帝让以色列百姓先在那边扎营，但是埃及的军队以为他们可以轻而易举的把他们抓回来了，把他们赶回来，但是原来上帝差了天使在那边，他们在一群云雾当中迷路了，反正他们看不见以色列百姓。然后在这个情况之下，以色列人遇到了追兵，反倒是他们自己的阵营里面先恐慌起来。好啦，你领袖摩西要带着我们出埃及，我们碰到在这个沙漠里面走不出去了，在前面就是红海了，怎么办？前有红海的障碍，后面有埃及的追兵，所以这个故事就讲到说，上帝还没有施展他的大能之前，以色列百姓先内乱，内乱。他们怎么说呢？他们就对摩西说：难道我们在埃及没有葬身的地方吗？为什么把我们带到旷野来送死呢？把我们领出埃及，你看做了什么好事？意思是在责怪这位领袖。我们知道，一个领袖为什么会那么难做，就是大家的心思意念都不一样，一个人一张嘴，那怎么办？还好，摩西在这个时候发挥他的稳定的力量，不是他自己能力多大，是他对上帝的信任。摩西就回答他们说：不要怕，要站稳。今天你们要看见上主怎么救你们，你们再也不会看见这些埃及人了。上主要为你们作战，你们要镇定。所以，上帝就对摩西说：你为什么哀求我呢？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就是了。举起你的杖，向海伸去，海水会分开，以色列人就能在干地上走过去。哇！神给摩西一个稳定的回答，而且呢，他要让这些埃及人因为这样的顽固，在过红海的时候，一举要把他们歼灭掉。所以呢，圣经有记载说，14章19节说，上帝的天使原先走在以色列大队的前头，现在转到后面，云柱也转到后面，隔开了以色列人和埃及人，然后云使埃及人陷入黑暗中，却照明了以色列人。因此整个晚上，埃及的军队无法接近以色列人。换句话说，让以色列人在旷野那边扎营，或是说有一点抱怨，都不影响到上帝的作为，因为埃及人也接近不了以色列人。然后经文就接到我们今天读的经文，这个时候，在许多以色列人在埋怨摩西的时候，摩西就是向海伸手，上主就掀起了一阵强烈的东风，把水吹干，然后变成2堵墙，以色列人就走在干地上过了海。这是上帝使以色列人顺利过红海的故事。但是后面的追兵来了，埃及人追赶他们，连战车、战马、骑兵、骑兵都进到海里面了。在这个危急之际，破晓时分，这条通道以色列人通过了，埃及人也追上来了。但是你看，破晓时分，上主从火柱和云柱中观看埃及军队，使他们怎么样？发生了混乱。换句话说，同样一条过海的道，以色列人平安度过了，但是埃及人就遇到了挑战，因为他说，埃及的战车轮子陷在泥中不能转动，埃及人这个时候就恐慌起来。他说：“上主帮助以色列人攻打我们，我们赶快逃吧。”所以经文就记载说，后来呢，上帝对摩西说：“你再把手伸向海，
就使水合拢起来了。所以埃及人的战车、所有的军队、骑兵都沉入海里，然后到最后全部的埃及人就被淹没在水里面，但是以色列人就平安的度过了。你看，他不只是平安度过，是上帝为他们征战，让整个红海的故事变成一种转危为安，重新得着力量，重新得着应许跟盼望的一个故事哈。那这段14章的经文最后一节哈这样说：当以色列人看见上主用大能击败了埃及人，他们敬畏上主，信赖他，也信任他的仆人摩西。你看，前不久才埋怨摩西，然后这个时候神做了这个奇妙的工，然后以色列人开始信任神，也信任摩西。那第二段经文，我们等一下会来做一个回应哈。我们需要看这一段故事，给我们一个启发。以色列人他们安度红海的障碍，他们脱离埃及为奴之地，却能够迎向光明跟自由。不过，一刚开始就遇到红海的障碍，后有埃及的追兵。我们台语有一句话说：“进无步，退无路。”国语也看得懂。前面没有步了，后面也没有路了。他们民族本来是要离开为奴之地，重生之路，一开始就遇到了麻烦，而且有可能一下子就要结束了。因为这些埃及人这个恨得不得了，恨得牙痒痒的，因为他们才刚失去了长子啊，要想把以色列人抓回去大概不知道怎么苦待他们。但这个危急存亡之际，摩西的手与杖成了上帝显现大能的指挥棒。摩西向海伸手，上主就掀起了一阵强烈的东风，把海水退去了。那这个故事我们就可以从经文里面看到了他怎么说呢？他说：“吹了一夜，海底变干地，水分开，好像两堵墙。以色列人走在干地，过了红海，这样子。”弟兄姐妹，同样的民族，不同的民族，一个信任上帝，一个是敌对上帝的。什么结果呢？红海为以色列人开了通道，却使埃及人全军覆没。因为圣经记载说，摩西向海伸手，天亮的时候，水又恢复原状了。埃及人想从水里逃命，但是上主竟然把他们赶回海里。这是一个神动工的一个非常让人家感到在旧约圣经出埃及记当中最惊险的一段故事了所以我们可以以前我们如果读过圣经，或是我们看过电影，都可以从这些画面看到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这些故事以前的电影非常震撼已经好几十年前的电影，他做的非常的逼真了好，那个就是两堵海上的墙然后前面变成有干地，大家走过去。那两堵海上的墙，我们实际的生活上看不到，但是你可以到水族馆看得到。你可以发现说，我们到水族馆里看那个海底隧道有没有玻璃隧道？真的是两堵墙的水在你旁边，鱼儿在那边游。那可以想象当时的以色列百姓他们过红海的状况好，这个有一些图画这样描述说，这个海水退去了以色列百姓就过了红海了。甚至也有那个卡通版的大家以色列百姓是大大小小的，还有他们的货物，还有他们的这个动物呢，羊群呢，就是这样陆陆续续过红海。如果说没有神的恩典，你看这一群300-400万人怎么过来呢？那就是这个故事成为上帝让以色列百姓见识他大能的一个起点。当然我们知道后来在旷野漂了40年，就是这群百姓很难教了，一下子信任，一下子又责怪。那要不怪上帝，要不都怪摩西，要不然就是拜金牛。这些故事我们可以从出埃及记里面看得非常详细好，在座也许是有的是初信的，是慕道友，你不知道红海的故事。但是其实台湾很多人去澎湖旅游，会发现说，原来
澎湖的一个场景哈，帮我们介绍摩西分海啊。哎，你们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看到，有没有去玩过哈？就是这个澎湖有一个魁壁山的摩西分海，他们就自动把这一条海上的走道哈变成摩西分海，也就帮我们宣传圣经的故事了。原来就是这个在澎湖的地方哈，在大岛跟小岛一个没有人的小岛之间，有一条比较高一点的那个海底的一个沙石的地。那可能是海流的关系，两边水会打上来，所以一些沙石会集中在一条通道哈。那这个时候是退潮的时候，就显露出来了，但是涨潮就淹没了。那你要这个是谁发现的？牧师或是我们的一位教授，我们的年轻根本没有这个东西呀，是后来这个观光客、生意人把它发明出来的。因为那个时候小时候一般人住在那边，就是下海去捡贝壳那一类的了哈，根本不知道原来这个可以走，所以后来呢，生意人就很厉害，在趁退潮的时候带一大群人去走，在涨潮之前要赶快走回来，不然你就要全身都弄湿掉了哈，要不然就躲在那个岩石岛上面，让人家开船来载你回来。那还好，因为没有什么危险性，因为这是在内海啊，澎湖的内海，所以感觉上没有那么大的风浪，才会让这样玩。但是很多人就是有点环保观念的人说，你在脚把那个海底踩的都很多生物都破坏掉了。不过我的意思是说，竟然在澎湖一个小小的观光景点变成帮忙摩西来做宣传就对了哈。那这是傍晚那个夕阳或是朝阳的一个漂亮。那这个在热闹的时候，很多人拿着雨伞在走哈。这个是观光客就很有兴趣嘛哈，就觉得这个很好玩这样子哈。那所以摩西分海变成我们生活上一些典故，都会在我们生活上展现出来。我们现在问的说，摩西的故事，过红海的故事，我们的人生是不是会也遇到了红海？红海的概念，红海的一个显示是在我们生命上有什么关系呢？我想，我们大概没有办法像摩西他们那样遇到那么惊险的红海，但是人生大大小小的生命过程当中，红海会常常碰到。所以今天呢，在我们的生活上有这样的概念，就是红海跟蓝海这样的区分呢。摩西的故事成为了我们生活上的比喻哈。什么比喻呢？我们说在产业上说有遇到红海是什么意思？代表说这个产业已经很成熟了，甚至大家互相竞争了，已经饱和了，遇到了困境，遇到了瓶颈，甚至可能危险。台湾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市场，所以我们常常会看到市面上大家会一窝蜂的比如说有这样的产业很好，大家就争着开那个店。比如说手摇饮啦，以前的什么蛋挞啦，还有什么烧肉啦，反正这个店你开了很轰动，大家跟着开。那我们会想说，在餐饮业上面会有红海，或者说我们是一些传统的产业，你如果不跟着科技转型变成说用劳力来赚取利润，那就会变成红海。那所以相对的，就有人把它讲说蓝海是什么？蓝海就好像一片广阔的一个开放的领域，那有眼光的人就可以去看到各种机会，各种机会。那当然，有人会遇到红海，有人眼睛看到蓝海，那马上去追求去努力。不过我们要想说，摩西所遇到的红海，在我们生命当中会遇到什么样的状况？大概就是一般常见的例子啦。人生的红海是什么？有些人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挫折跟挑战，也许是家庭父母亲长辈的期待，或是在学习过程当中遇到了霸凌啦、一些欺负啦，影响了我们心灵的成长，这个是一种红海。有的是在性格跟人际关系上遇到困难，跟人家合不来，人家不了解我的意思，跟人家相处好像就是格格不入，那个是一种红海。那最常见的就是我们在工作上
我们在事业上、在学业上，你的抉择是什么？你的挑战是什么？最近呢，刚好是升学的热季，很多人考上了什么分数啦，要选什么学校，成为一大的挑战。前几天有听到一个阿嬷，她还讲说她的孙子考上了不错的成绩，那要不要留在台南读成大？他说不想，我不想留在台南，我要到外地去了。然后表示说他的人生的抉择到底对或不对。另外还有在网络上看到一个妈妈心中很苦恼，她说我的孩子考上了分数大概是南一中的尾段班，那我要让他去读南一中比较好呢，还是读比较下一级的学校成绩比较好一点的他也在烦恼。所以人生有遇到很多的困扰挑战，你的工作学业，甚至你的经济、你的财务，或是家庭的和谐上面遇到困难，大大小小的红海，深或浅的红海，宽或窄的红海都遇到了。特别是很多人会遇到健康上的威胁遇上健康上的威胁。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省思到说，到底这个红海对我的影响是怎么样？我是随遇而安呢，或是被打败呢，或是变成我们常说的 loser 呢？还是说这个红海需要见证神的恩典？这个红海是神给我的一个挑战、成长的力量，那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主题所给予我们的学习了。人生命当中常常会遇到红海，当我们遇到困难险阻的时候，你是退却的，你是被打败的，或是我们看到成为人类成长的操练，也就是成就理想的必经之路那这是很特别的，因为没有人可以避免说我会遇到。就好像今天早上太阳升起，感得很亮丽，但是听说新闻说可能下午明天就会下雨了，你怎么能够预测这样的挑战呢？好，那我们讲到我们台湾最近的一些状况也蛮有趣的。我们都知道2个礼拜前台湾不是有新的总统就任吗？看起来好像一片大家热闹很欢呼的日子，但是我们发现起起落落突然间又有那个什么青鸟行动哇，一大群人上街头在抗议。那又听到大陆那边一大堆军机战舰都跑来在扰乱，好像让我们觉得心中很不平安了，对不对？不过在这种情形之下，又碰到了刚好台北举行电脑展，哇，全世界最大咖的那个 AI 的一些巨头都跑来台湾了，而且都讲台湾的好话，对不对哇，台湾你多棒多厉害我们要靠你们好，你会看见台湾也是遇到有红海有遇到很多挑战到底是哪一个地方是我们的依靠呢？那这一次这2个礼拜最轰动的新闻就是这个 AI 的这个教父黄仁勋黄仁勋呢，他在那边，因为他很亲民又很会做公关然后他的故事变成很多人你不看也不行，因为电视新闻网络新闻都在报他。那这位黄仁勋呢，我们故事大概不用讲，但是我们觉得他讲的一些话，也让我们今天这个主题有一点关联。他在整个成长的故事当中，有一些他说的金句因为他成功了，我们才会知道说他怎么样度过来的。他讲过一句话说，没有任何一件伟大的事情是容易办到的。你不要躺在那边说伟大的事情临到你。还讲了一句话，他说，想做伟大的事并不容易，需要先忍受痛苦，拼命努力，还需克服很多困难，解决问题，进而才能真正欣赏并且认可自己所做的一切。好了，他作为一个平常人，他讲这句话大概没人想听，不过他现在变成3兆男了。好了，他也真的是30年默默耕耘，直到去年才浮出来，人家才知道说哇，他的选择是正确的，他的做法是领先的，然后一大群人拱着他，争着要给他买他的晶片。弟兄姐妹，他讲的这句话
到底是不是真实呢？你要成就伟大的事情，是轻而易举吗？还是你躺着就会得到？还是他自己经历说你要忍受那个痛苦，你要去经历它，解决问题，而不是逃避？这成为我们生命当中一个很难解的习题了。你可以选择安逸，你可以选择逃避，选择不要让它干扰，或是你迎向它，让这个困难成为你成长的力量，或是你的潜力发挥的力量，那就是看我们的选择。我记得我在当兵的时代，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当兵比较轻松一点。那个时候牧师的时代，大概就是2年或是3年的特种兵，或是2年的兵，没有一天可以省下来的。那个时候呢，很多人知道说那个时候还有跟大陆战争的危险呢，所以很多人就想说哇，能不能逃避，不要让去军队受苦，所以就想尽各种办法说，民意代表啦，或是有一些有利人士啦，帮你选择让你在当兵的时候轻松一点的那真的是可以安利过日子，甚至有的是用比较不好的方法，然后想要逃避那些困难。但是就发现说，有些年轻人他知道，平常我要接受这种磨练叫我去我不甘愿，因为大概太苦了。但是他甘愿接受军队的操练，去走行军去野战或是去各种磨练那他觉得说这个是我人生最好的养分，因为这些成为我人生遇到困境的时候，怎么样激发我的意志力。所以你想想看，连这一种情形还是有人选择那你会发现说，当他回到社会之后，你觉得是这种求安逸的人会成功呢，还是那个愿意接受挑战跟操练不用退却的人会成功呢？答案是很显而易见的最近我在研读一些教会的历史了教会历史里面有提到了来中国传福音的更正教，就是我们所说的基督教的第一个宣教士，就是马礼逊。马礼逊呢，他当时英国慢慢强大起来之后，他就想决志说，我要到东方亚洲去传福音。当他决志的时候，他就给他们的伦敦的传道会回应说，我接受你们的差派。他们就问说，你有什么期待，或是你有什么志愿？他只讲了一句话，他说，把我派到认为最困难的地方，我就是去那里。他没有想说哪里比较好玩，哪里比较轻松，哪里比较容易，也派我到最困难的地方。因为那个时候，西方人都认为在中国最困难，因为中国有孔教啦，有这样的一些民间的信仰所以要传福音最困难的，英国人都经历到了，所以就说好，那就派到中国去吧。果然他来中国根本就不能传教，不能传福音，因为当时的清朝很强烈的反对，说你们英国人来做生意可以，但是你绝对不能传福音，连宣教士你们的船都不能载。所以这位马礼逊呢，为了要来中国，他怎么来呢？他搭船先绕到大西洋，绕到美国去，然后绕那个南半球绕一圈，一共跑了9个月，跑了9个月才勉强到达广州这样子。而且到广州他还不能公开讲说我是宣教士，更不能翻译圣经。凡是谁翻译圣经，连要去学中文，或是在那边可能会学广东话吧。谁来教这个宣教士讲中国话的，也要被处死你看那么的严格令，那么大，但是马礼逊就是在那边隐忍，他又跑到马六甲那边去翻圣经，然后希望能够把福音的门打开，让中国的广大的民众能够接受福音。这故事很多人可能听过讲过，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这位马可·李逊既然献身给上帝，他就说：不要挑那个容易的，挑那个最困难的。弟兄姐妹，我们会不会像黄仁勋所讲的，他遇到困难的时候，不是去逃避，而是勇敢去面对？他说，有时候有兴趣的事、有希望的事，可能是困难的啊，所以你到底要逃避吗？其实我们也知道，黄仁勋的故事哈，很多人都知道他其实已经创立30年了。刚开始呢，根本默默无闻，没有人理他，甚至听说有2次几乎要破产，就关掉了。但他就是靠着他的努力去突破，得到很多人的帮助，然后就重新起来。弟兄姐妹，当我们听到这个看到这个故事，或是摩西的故事，我们一起来学习哈。我们生命中的困难，你是不是真的遇到红海了？我们要先冷静下来，跟神祷告说：那这个困难是从何而来的？是我自己的原因，我的个性的原因，我的见识不够选择错误吗？或是这个大环境所引起的？你要先去找出原因，然后分析厘清，然后记得，你不是自己去找答案，而是来到神面前，交托给神。我们要去学习人生红海，从信仰得着安度的法则。有5个面向，我们一起来提醒跟学习了哈。第一个就是信心的法则。当面临进退两难的困境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不要自寻烦恼，而是要谦卑的靠着信心，单单依靠上帝。以色列人看到红海阻挡在前面，埃及的追兵在后面，一下子信心就一扫而空了，取而代之的就是什么？责怪跟埋怨。这个时候领袖就很重要了。我们教会有领袖，我们这个社会也有领袖，我们的国家也有领袖。领袖这个时候，你只要动摇的心，可能一下子就垮掉了。但是明白上帝心意的摩西，没有因此打退堂鼓，他坚定的语气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真的，我们期待我们的国家的领导人有这样的摩西的信心，而不是被一时的一些搅扰所动摇。特别是要有信仰，能够依靠神。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没有比别人更聪明，资源比人家多，或是我们的学历比别人高。基督徒最大的依靠是什么？就是运用信心。不信主的人，他们可能会遇到这些事情，会依靠感觉、经验、知识或是科学理性。但是基督徒除了具备这一些，但是先把位置让在信心上面。当我们有相信，就能做人所做不到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刚刚读的经文，希伯来书11章第6节，他说：人没有信心，就不能得到上帝的欢心。凡是到上帝面前来的人，都必须信上帝的存在，而且他要报赏寻求他的人。所以弟兄姐妹，等一下我们有一个医治的祷告的时间，我期待下面的这个例子，让你找到一个信心的确据。人遇到病痛是红海的难处了，病痛就是一种红海。那有人会马上一种自然的反应说：我怎么会生病呢？我那么认真服侍信靠主啊，我到底做错什么？上帝为什么这样折磨我？这个也许是人之常情，你会这样，像以色列人遇到困难就埋怨。但是当你厘清了、冷静下来，你用这样的话来回应，那你会看见神迹奇事在你身上。我们不如说感谢神，让我因为这个生病，主选拣我，借着这个大病，让我经历到医治疾病的耶稣。那同样一件事情哦，反应是不一样的哦。也许你会这样子祷告说：我为关节炎感恩，我为病痛感恩，我为什么痛感恩，我奉耶稣的名感恩，求主医治我。弟兄姐妹，你
有没有看到这种印象哈？这个印象是2个礼拜前我们不是看了一出那个亚东剧团的剧吗？碰到一位姐妹，她不是遇到人生很大的红海啦，几乎想要自己解决自己的生命了。但有人介绍她说：“你来教会。”然后开始有牧师弟兄姐妹告诉她说：“你整天忧忧愁愁，埋怨东埋怨西，以是过日子。你倒不如现在改成你要赞美上帝，你要为迫害你的敌人祈福祷告，你要为你这种经历用赞美先来解决你的问题。”那这个故事在讲到说，当你的赞美出来了，你的感恩出来了，你的祝福出来了，神也动工了，那才是我们基督徒最大的奥秘，对不对？因为这个跟人的常情是不一样的，人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是说，当我病痛的时候，我为什么要感恩呢？我埋怨都来不及了。但是当感恩、当赞美的时候，我们就得着医治，就能见证上帝是活着的上帝。我亲身经历过，他救我脱离了疾病跟死亡。弟兄姐妹，这个信心还有祷告这个法则，在为难的时刻，以祷告把问题交托给上帝，然后他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刚刚讲的感恩赞美，我们在腓立比书4章6节就给我们很明确的答案了。他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所要的告诉上帝。上帝出人意外的平安，要在耶稣基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神把这样的法则放在信心有信心的人身上，没有信心的人经历不出来，甚至觉得这个是很奇怪，根本不可信。只有愿意相信的人，就经历到这个美好，因为你已经为还没得到的事献上感恩了。上帝会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这是基督徒的法则。祷告的法则，我们看到出埃及14章21到22节说，摩西在危急时刻向神祷告，耶和华便用大风吹，大东风来使海水一夜退去了，水分开了，海就成了干地了。以色列人下海走干地，然后随着他们中间左右变成墙。这个是一个信心的法则，也是看见神大能的法则。第3个法则更直接的，就是圣灵的法则。当圣灵充满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仇敌就不能靠近。所以我们为每件事情，你的事业、工作、生活，包括教会的事工，我们特别在宣教的时候、传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很多搅扰跟挑战都来了。请记得，圣灵的同在就是赶走仇敌最大的力量。这时候你要依靠圣灵的带领。我们看到经文里面常常给我们这样提醒，撒迦利亚书4章6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这句话明明告诉我们说，你可能有很好的装备，你有很好的学历，你有很好的社会的经历，但是遇到挑战的时候，你不要说来我自己有能力解决，而是先把它拿到神面前，说圣灵啊，请你跟我同在，让我的能力被你所用，而不是我靠我自己的能力去解决事情，然后可能事情并不是你想象的。神用圣灵的能力，让我们看见他的同在。更明确的经文，我们在使徒行传1章8节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就必得着。”那你要先有位置让圣灵同在啊。哥林多前书2章10节，他说：“只有上帝借着圣灵把这事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上帝深奥的事也参透了。”意思就是说，你在迷雾当中，你到很多事情感到困难万端的时候，感到无法理解的时候，圣灵已经了解了。那你不来寻求圣灵给你给你指示一条明路，而是你在当中摸索花冤枉的时间，甚至花冤枉的力量，甚至做错，往失败的道路走，那就是我们基督徒最大的一个依靠。再来，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上帝话语的法则。
你要平常要让上帝的话语丰富的充满在你的内心。所以当你面对困难的时候，上帝就会用他的话来引导你。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在参与这个一年读一遍圣经的经验最多的人，你会知道说，好像这个时候读好像没什么滋味，读完了也不知道什么事，感觉就是好像尽了那义务啦，按照进度把它读完。你不要以为这样的读好像没有什么效果，你好像要退却了。请记得，当你遇到某一件困难的时候，奇怪，那段经文就会跑出来，你好像忘了，对不对？那段经文会跑出来，那就是神给你的应许。当你遇到困境的时候，这些在你身上所读过的经文，它会跑出来，让你看见神在对你说话。所以我们在鼓励弟兄姐妹大家来读经有人读了一遍再一遍再一遍，不是一种好像折磨自己，不是啊，是因为让神丰丰富富的恩典一直充满在我们的心中，因为他常读圣经会增加我们超越困境的智慧跟能力。这经文绝对没有白读的。现在很多人还运用很多方法，比如说用开车的时候就用听的对不对？那有的是用影像的都可以，是因为上帝的话是奇妙的，在丰富你。所以我们可以说，拥有上帝的话语，就是等于拥有一切。上帝会按照他的话来行事，所以我们读经默想，相信上帝的话，以祷告，是一个基督徒要得着能力的一个平常的预备。就好像你平常有在运动，有在操练，到时候你才跑得动啊，你才走得动啊，是好像在训练你、操练你自己一样。弟兄姐妹，我们看上帝让以色列人出埃及，走在危机四伏的旷野，为的是什么呢？这个故事我们读了到底有什么用呢？是因为让我们读到出埃及记的经文，从这段历史里面看见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他是怎么样显现大能的上帝。意思就是说，我们读圣经的话语，这些故事就成为你的心中的养分。我们换一句话说，假如上帝没有让以色列人出埃及经过旷野，他就没有碰到上帝降玛纳，上帝让苦水变甜水，让鹌鹑飞来，在磐石中挤出水来。这些事情如果以色列人没有经历到，没有把这个故事写下来，没有成为圣经的经文，你就不知道有这样的故事。所以意思是说，圣经是要让你得到启示的。圣经是上帝透过很多的神迹奇事故事，要告诉你，当你遇到红海的时候，你就这样做，因为神已经在前面为我们预备了。所以如果没有这个事情，我们就知道说我们没办法读到这些神迹啦，没有了解上帝什么样的上帝。弟兄姐妹，因为你没有这个确信，你就不会向上帝祷告。最后一个是救恩的法则。弟兄姐妹，基督徒的生命最宝贵的就是有上帝的救恩的赏赐。意思是说，我的人生起起伏伏不一定了神给我的是什么不知道，但是我一个确据就是，我是基督徒，我是重生得救的，我是有永恒生命的。这个救恩是耶稣基督已经为我预备好的。我这样的把握确信，你会人生的很多事情，你会觉得很笃定，没有任何的怀疑。所以救恩的法则是基督徒生命最宝贵的，因为上帝的赏赐，我们可以来到上帝面前。以色列人因为这样子安渡红海，埃及人违逆上帝，他们的追兵就被淹在海里面了。弟兄姐妹，确实我们在生命当中，基督徒跟一般人一样，你都会遇到难处。我们这个是大社会，这个社会里面，别人经历到的，我们也同样经历到。别人的困难我们也遇到，但是请记得，你要透过这些难处来显明，来显出上帝的荣耀。那就是我们超越最大的力量。希伯来书第10章38节到39节这样说：我的义人将因信而得生命，但是若有人退却，我就不喜欢他。我们并不是退却而沉沦的人，我们是有信心而且得救的人。弟兄姐妹，这好像就两个领域，
你到底是因信得生命，或是退却让神不喜欢呢？你们是因为退却而沉沦呢，还是信心而得救呢？愿神给我们每一个人有这样的恩典跟祝福。所以弟兄姐妹，人生红海安度法则，是因为你跟神的关系建立了，你对神的信心建立了。所以，我们若现在有人，你我大家都不同的困难挑战红海，记得这些法则就是让你能够胜过仇敌，能够突破极限的一个困难的方法。弟兄姐妹，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可能在人生当中不同的红海，生活、工作、健康，或是人际关系的红海。现在我们要一个医治的祷告时间，请记得，医治不是单纯狭义的，只是肉体的病痛。其实我们心中有这样的困惑，有些困难需要有的挑战，需要医治的，或是心中有软弱、有伤痛，需要平安的，都不要客气。我们这个时候要进行医治祷告时间，我们请代祷团队、我们的长老以及我们的敬拜团队，能够用是诗歌带领我们来唱。当我们在唱的时候，请勇敢的到前面来，因为你的行动就是一种信心。好，我们来唱《是我自由》。一边唱的时候，我们同工以及要受祝福祷告的楼上的也都可以下来哈。我们一起来诗歌。是我自由的灵啊，不要客气，到前面来。来到我的里面，来到我的生活，感受生活中一种。感谢主，愿神看见你的信心，赐下医治在你面前。你的灵啊，不要客气哦，赶快到前面来。哪里就有自由，楼上的、楼下的都可以来。世界虽有劳苦重担，求你领来使我自由。我们再次来唱，愿神恩典跟我们同在。是自由的灵啊，求你来到我的里面，来到我的生活，感受生活中的愁我们一起来服侍哈，这些还没有不够的，还可以同工在家来，小组长也可以来。这边还有需要哈，不要客气。我们请代祷团队、长老、会任长老，还有我们的小组长都可以来做服侍。世界虽有劳苦重担，求你领来使我自由。我们音乐继续。我们在祷告前一起来读这段经文，这句经文。好，雅各书5章15节，我们在座的还有在前面的，一起来念这一句，一起来。出于信心的祈祷，必能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好，我们前面的弟兄姐妹，还有谁没有服侍到的，可能第二个才跟你。好，我们同工要一起服侍，我们再请同工一起带这种诗歌，在座的弟兄姐妹也轻轻的唱这首诗歌。这首诗歌我们来唱《是我自由》。我们开始来服侍祷告，我们如果不够的，我们可以其他来帮助或者让第二个也没问题。哈利路亚，感谢主，谢谢主，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在座位的弟兄也一起祷告，愿神的大能亲自临到我们当中。追走了心中的不安，你的灵啊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世界虽有劳苦重担，求你领来使我自由。
来到我的里面，来到我的生活，赶走所生活中的愁烦，驱走我心中的不安。你的灵啊，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世界虽有劳苦重担，求你临来使我自由。我们音乐小声继续，弟兄姐妹，我们前面的已经被服侍的，我们在座的，还包括在线上的，我们可以把你的手放在心上，牧师要奉主的名来祝福，来宣告神的恩典跟祝福祷告。天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我们珍惜这个恩典的时刻，是因为我们凭着信心到你面前来。主啊，不是人的力量，而是神你开路了，神你应许了，神你赐下你的医治大能在我们身上了。主啊，我们真的要学习，我们遇到病痛的时候，我们要说神啊，我们要感谢你，因为你透过这个病痛，要我们见证你的荣耀，见证你的医治，见证你的释放，而且见证到你的赦免。主啊，我们在前面的弟兄姐妹，无论是遇到身体病痛的问题，或是心灵上的软弱，以及家庭或是亲人当中遇到的困境，都愿神你亲自恩典跟他们同在，让他们凭着这个信心，看见神的应许在他们面前显现。主啊，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在线上的弟兄姐妹，我们为任何的事情祷告，也愿神在这个时候听我们的恳求，赐下你的恩典跟祝福，让我们每一次经历这个祷告的时候，就越发有信心，越发看见神的应许跟祝福。奉里面的祝福，在前面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以及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所祷告的，都蒙神垂听。奉你们的祝福，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得胜的名。阿门。我们拍手感谢主，谢谢。好，谢谢我们的服侍，我们同工请回座，请回座。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诗会。我们一起来奉献。特别今天是关怀亚洲纪念主日，请弟兄姐妹特别来代祷与奉献，来回应上帝的恩典。我们一起起立来唱奉献的诗歌。耶稣。
弟兄姐妹，请坐。我们一起来攻读本月金句。我们看周报最后面请上帝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诗篇51篇10节。我们再念一遍，请上帝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有正直的灵。诗篇51篇10节。我们一起来看报告。下周是由曾牧师来主理，司礼是圣级执事。其他服事同工与奉献和聚会的消息，请自己来参阅。这时候我们来看肢体的交通。本会消息第一项，本主日为关怀亚洲纪念主日。总会设立此一主日，乃在响应亚洲基督教协会的宣教与福音事工，邀请众会友借着信仰的环境，关心亚洲地区的教会和人民，透过纪念日的礼拜，摆上关心与代祷，让亚洲所有的教会能迈向教会的合一与宣教，见证上帝的和平与公义。第二点，本会定于6月23主日下午2点召开第2季的定期长职暨首长联席会，请长老执事及服事团队首长预备心来参加。第三点，本会定于6月21到23，邀请嘉义荣美教会长老教会潘庆章牧师与吕之龙牧师前来主持4场培灵会及2场的造就会，请兄姐预留时间，届时踊跃来参加，并持续守望祷告，求主保守，使培灵会得上帝的保守，众人得领受激励与造就。第4点，本会门徒学校1、2期课程即将结业，定于下主日6月16下午4点半，在教育中心 B1 举行学员激励分享及结业感恩餐会，邀请刘进展牧师分享勉励。邀请本届门徒学校1、2期学员、全体讲师及现任长职预备心参加。第5点，主日学定7月18到21日举办夏令营，我是 EQ 小主人。即日起到6月30日截止，请兄姐鼓励家中及亲友适龄小朋友尽早报名参加。第6项是18果子学员暑期班招生，日期是7月8号到8月16号，为期6周的活动。招生对象国小升3、4年级的学童，名额15名，额满为止。那费用是免费，请兄姐为暑期班招生、志工的招募、筹备工作守望来代祷。第7点，丧礼的关怀。第1点，本会喜乐小组真如姐妹的母亲杜月云姐妹于6月1日安息别世，享年67岁，定于6月11日上午7点半，在台南市立殡仪馆和平堂18号举行追思告别式。真如姐妹家族尚未信主，请兄姐为家属代祷，求上帝赐下安慰、信心与力量。第2点，本会雅比斯小组李美满姐妹的父亲李荣华老先生于6月3日安息别世，享寿87岁，定于6月11日上午8点，在新营福源殡仪馆举行追思告别式。李美满姐妹家族尚未信主，但接纳空出部分时段，由雅比斯小组办理基督教追思仪式，请兄姐为家属代祷，求上帝赐下安慰、信心与力量。第8，其他消息报告。第2点，爱心午餐跟心灵转角因为端午连假的关系暂停一次，心灵转角也只有提供第1堂的服事。第3点，端午连假适逢礼拜一，本会6月10日办公室休假，所以若有急事，请联络夏牧师。那本会亦有兄姐外出旅游，请为他们出入平安来代祷。那接下来我们请夏牧师来做补充报告。感谢主，在今天是我们的那个端午连假哈我们有新朋友来我们当中，我们来热诚欢迎。我们是周怡贝跟林新民在我们当中，我们欢迎他们来好不好？欢迎，拍手拍手。
哎，新朋友来，欢迎你们哈，欢迎你们。另外是詹佑尔弟兄，詹佑尔弟兄在哪边？欢迎你。从台中回来的，台中下来的哈。我看到一位牧师认识的淑儿姐，淑儿姐妹，你站起来，让我们欢迎你来。啊，淑儿姐妹，淑儿姐妹，欢迎你。啊好，哎，我们一个小礼物送给她，有没有？有小礼物哈。啊，欢迎你们来参加，也祝大家啊这个端午节愉快哈。那也一两个事工来做一个补充了哈，这个补充，第一个就是啊我们刚刚有谈到这个母亲节照片哈，我们已经这个冲洗好了，这传统的这个实体照片哈，可以回去放在状框里面啊相框里面做纪念啊。如果你有登记的。有你的照片下去领哦，在第一楼的大厅啊，请大家不要客气，不然的话要他找你拿给你了哈。另外，我们有关这个培灵造就会哈啊，我们报了好几个礼拜了，有2个补充。第一个补充就是我们有参加啊这个门徒事工，我们就是我们的那个核心同工的一个造就会的哈，我们会给你一个 QR code， 让你去填写你有关这个。性格测验啊，希望我们在1个礼拜内把它填完。听说要花30分钟写，啊，有一个你的自己的代号，然后他会做统计，然后做一个资料整理，好，让你知道说，哎，我是比较属于圣经里面哪一个方面的性格这样子哈，这对你很好的帮助了哈，认识自己哈啊。另外呢，就是我们在这一个。培灵造就会的礼拜天的主日啊，我们小会也接纳说他们啊，这个潘清章牧师呢，他们啊刚好在8月的时候要转换新的礼拜堂，好啊，有很多经费需要自己去支付，那我们教会接纳说在那一天我们也能够为他们的建堂的经费奉献啊，如果弟兄姐妹到时你有感动啊，可以为他们做这个建堂方面的奉献哈。另外在礼拜6晚上的培灵聚会哈当中也会开放啊，为做我们病痛的医治祷告哈，就是像我们刚刚举行的这个医治祷告会，那会邀请我们的也是教会的核心同工为我们做按手祷告。如果有这样需求的弟兄姐妹啊，那一天礼拜6晚上可以来哈。那我们再来鼓励一下，就是我们的夏令营了哈。夏令营EQ小组人，我们记得邀请我们的社区的小朋友是最好，因为等于可以当一种福音的义工哈，福音的义工，让他们有机会经历到教会的一个活动。那其实这几天都有外面的家长打电话进来问说你们今年夏令营几月几号啊？都已经在关心了，说我们自己的小朋友现在尽量不要错过了哈啊，鼓励他们来参加。同样的，我们有48果子学员哦在招生，虽然它只限定15个名额，但是我们期待这个就是一个跟社区接触的开始，让这些社区的儿童能够经历到在主里面的爱，然后会连接到家长啊，所以我们带导鼓励了哈啊，应该15个，如果很快就满了哈。那我们也带导了，就是我们刚刚有报告说我们2位姐妹她的家人哈蒙这个安息哈，那么也为没有报在这边，但是我们也关心我们的指尖执事他的弟媳妇哈日前也安息了啊，求主安慰哈，因为家人失去了亲人，心中的难过，求主亲自安慰跟保守哈。那我们刚刚有报告说，我们今天没有爱心午餐，因为是端午节连假了哈啊，明天也是休假，所以教会办公室没有上班了哈其他的报告啊，我们就自己来看哈，自己来看。愿神恩典给我们同在，也祝大家在连续假日大家出入都平安哈再一次我们来看一下照片，对，那个我们的泰北的宣教他们传回来这些照片，我们了解他们今天回来几点？不知道几点回来？晚上才回来哈。那我们先看到他们的照片哈，看起来蛮有活力的颜色很鲜艳的哈。他们在泰北那边的聚会，小朋友都一起去了哈这个是在室内
总之就是还算环境还算 OK， 但是人的关心比较重要哈，简陋一点，但是都还人员很多很齐哈。前几天听说有一些身体有一些不舒服，但是感谢主，一切都很顺利哈。今天晚上能够平安回到台湾来哈，这是他们聚会的这个照片。好，这些让我们献上感谢，也祝福他们平安回到我们当中哈。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诗会。颂龙，我们一起起立来吟颂龙的诗歌。我的神，我的王啊！吟诗后，我们请夏牧师来祝祷。一起来领受从神来的赐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保守、相通扶持，与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阿们。阿们。我们请坐来默祷闭会。今日第二堂主日礼拜到此结束，大家互相请安交谊，也祝大家平安喜乐。